大家好，我係阿貓，歡迎返嚟貓貓研究所。上一集咧已經預告咗，今集嘅主角就係吉野家。吉野家係日式牛肉飯嘅老大哥，已經有120幾年歷史，遠遠比起佢嘅對手松屋同 Sukiya 長好多。而吉野家嘅故事精彩到可以拍一套劇集。佢曾經2次被完全摧毀，第一次關東大地震被夷為平地，第二次就係二戰期間東京大轟炸，成間鋪燒晒。戰後由第二代接班人將公司推上牛肉飯霸主地位，但係又曾經大虧損120億日元而走上破產之路。過咗幾年後呢，公司又再重生，重奪霸主地位，但係又因為一場毫無預兆嘅瘟疫，令到吉野家又再一次跌進谷底。總之，吉野家就好似近代日本嘅寫照，大上大落，好似過山車一樣。時至今日，雖然吉野家已經跌到日式牛肉飯連鎖店第3位啦，但係無論幾多風浪，吉野家仲頂得住，可見得佢哋係幾咁有韌力。由而家開始，貓貓研究所咧就帶大家翻到去1899年嘅日本明治時代，一齊經歷吉野家嘅故事。大家好，我係阿貓，我係貓貓研究所嘅主持人。貓係充滿智慧又有靈性嘅動物，我會好似貓貓一樣，充滿好奇心，捐窿捐罅去揾一啲經典又精彩嘅商業故事，同埋令你有所得益嘅個人成長心得。如果你對呢啲內容都有興趣，就記得訂閱貓貓研究所啦。時間翻到1899年，日本明治時代，喺東京日本橋嘅魚市場，每日有成千上萬嘅工人喺度忙碌地搬魚、賣魚、切魚。咁呢啲工人嘅工作有個特點，時間唔規律，因為鮮魚嘅交易時間唔固定，所以工人食飯時間都亂七八糟，有時得半個鐘，有時得10分鐘。佢哋又冇錢，年薪可能得100日元，但係佢哋要食得夠飽，因為要做大量體力勞動工作。一個叫松田榮吉嘅人睇到呢個需求，佢諗到好簡單又快脆嘅醫肚方法：白飯加牛肉加洋蔥，煮10分鐘就食得，咁就係牛肉飯。佢將鋪頭名叫做吉野家，就係咁一碗牛肉飯，一間明治時代嘅快餐店就改變咗日本飲食史。但係關於吉野家呢個名字有個好有趣嘅秘密。過去120年，所有人都以為吉野家呢個名係因為松田榮吉出身於奈良縣嘅吉野町。呢件事就連吉野家嘅員工都搞錯咗。2019年，吉野家出版公司歷史檔案時，先至由創辦人松田榮吉嘅家屬確認。實際上，松田榮吉係因為中意吉野町嘅櫻花，就攞咗吉野呢2個字，再加上家呢個字呢，係因為松田榮吉想鋪頭俾到客人一種家嘅感覺，就取名為吉野家。講返明治時代嘅吉野家日本橋元祖店，松田榮吉開嘅鋪頭好細間，菜單亦都非常之簡單，只有牛肉飯、雞蛋同醃菜。你可能會問，咁唔會好太簡單咩？但係松田榮吉有個清晰嘅信念，客人係嚟食牛肉嘅，唔係嚟食其他嘢，所以佢就淨係專注做牛肉飯。牛肉要夠份量，洋蔥要爽身，米飯要啱火候。結果生意好到不得了，魚市場工人排晒長龍嚟食牛肉飯。當年牛肉飯嘅價格其實同鰻魚飯一樣咁貴，所以根本唔係平民食物，反而係相對高級嘅食物啊！大勝在份量夠同出餐快，完全捉到工人嘅需要，所以就算貴少少，工人都唔介意幫襯。吉野家一開始生意就非常好，但係好景不常，1923年9月1日中午前後，日本發生7.9級關東大地震，超過10萬人失去咗生命。之後咧仲發生大火，差唔多半個東京燒晒，吉野家亦都冇幸免。成間鋪燒到變灰燼，乜都冇晒。咁松田榮吉點做呢？大地震後魚市場搬咗去築地啦，佢亦都將吉野家搬去築地，重新再嚟過。1926年喺築地新大橋通，吉野家重生。呢度亦係吉野家嘅故事重新開始嘅地方。每次倒下就企起身再嚟過，呢種意志貫穿整個125年嘅歷史。到咗1940年代，松田榮吉已經年老，吉野家嘅生意由佢個仔松田穗穗接手。佢喺1921年出生，
二戰期間咧，佢原本就讀中央大學法學部。1943年咧被徵召入伍去戰場。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快完結，盟軍嘅東京大轟炸，成個東京都炸爛晒。喺築地嘅吉野家再次被摧毀。去到1945年8月15號，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松田穗穗就離開軍隊返到東京。佢望住廢墟中嘅吉野家，佢覺得因為有好多工人仲喺魚市場辛苦工作，佢好想為工人做啲嘢。於是乎，佢用屋台嘅形式，即係一架木頭車嗰種路邊攤檔，用最簡陋嘅方式繼續做牛肉飯。呢個時期，吉野家變成咗築地魚市場工人嘅最大支持。戰後復興嘅築地再次變得好繁忙。1947年，吉野家揾到魚市場內固定嘅鋪位，繼續營業，生意仍唔錯。去到1952年呢，松田穗穗見到魚市場呢差唔多24小時不停運作，有時工人深夜想醫肚又冇餐廳開門啦，於是乎佢決定吉野家改為24小時營業，為工人提供又快又好食又飽肚嘅服務。結果24小時營業大受歡迎，生意好到不得了，亦都令到松田穗穗有信心將吉野家發揚光大。時間嚟到1958年12月27日，呢個係吉野家嘅重要轉捩點。松田穗穗正式成立，株式會社吉野家，資本金100萬日元。嗰個時候，吉野家搬到築地魚市場內嘅魚河岸橫丁1號館營業，亦即係後來著名嘅吉野家1號店。不過唔好以為乜嘢大動作，其實1號店咧只有15個座位，好細間。但係松田穗穗提出咗一個瘋狂嘅目標，佢要15個座位嘅吉野家做到年銷售額1億日元。各位聽到呢個數字，有冇覺得佢係異想天開？試計下，一間15個座位嘅鋪頭仔，每日24小時要賣1000碗牛肉飯，先可以達成呢個目標。換句話講，平均每個座位每日要賣67碗牛肉飯，仲要係每日都要做到，咁係可能咩？松田穗穗點樣達成呢個目標呢？佢採取咗4個大膽嘅措施。第一，人員管理，只聘用身體好、反應快、能夠快手工作嘅員工。第二，菜單極簡，淨係得牛肉飯，有陣時連雞蛋都唔賣，完全專注於牛肉飯。第三，標準化，每碗牛肉飯嘅份量啊、煮法啊、時間咧都有明確規範嘅。第四，數據驅動，松田穗穗會計算每個座位嘅銷售額，計算翻台率，計算人均消費同時間。簡單講，佢就係用工廠流水作業製造嘅邏輯，又類似麥當勞快餐嘅思維去做食物。後來咧，有人問松田穗穗點樣訓練員工咁快手，佢話其實冇訓練嘅，只係揾啱人。對有啲人嚟講咧，快手工作係天生嘅。呢個答案背後咧係松田穗穗其中一個經營哲學，人才選拔比起訓練更重要。1965年，用咗7年時間，吉野家達成咗年銷售額1億日元嘅目標。當年日本仲未有好多連鎖餐廳嘅，麥當勞都係啱啱進入日本啦。一間鋪頭仔淨係賣牛肉飯，成功達成1億元營收，係當時日本餐飲業界係奇蹟。業界咧都開始問話咧，嗱，吉野家嘅秘密係咩？松田穗穗嘅答案依然簡潔，淨係專注做好一樣嘢。但係成功往往埋下失敗嘅種子，佢下一步嘅決定會改變一切。1965年之後咧，經過年銷售額1億日元嘅成功，松田穗穗決定要進行全國連鎖化。即係用當時好新穎嘅特許連鎖店經營方式去實現進軍全國47都府縣。佢虛心請教咗被譽為日本零售業之神嘅屋美俊一嘅意見。佢係日本連鎖店經營理論嘅創始人。1962年咧，屋美俊一創辦咗佩加薩斯俱樂部，研究美國嘅連鎖店經營系統。佢教授嘅核心理論係組織化、標準化、系統化同規模經濟。簡單講咧，就係可以複製嘅商業模式。吉野家、薩莉亞呢啲後來嘅日本連鎖餐廳巨人都係跟屋美俊一學習嘅。
喺屋美俊一嘅指導下，吉野家展開咗歷史上最大膽嘅擴張。1968年12月，新橋第2號店開張。第2號店標誌住現代連鎖企業嘅誕生嘅。題外話，仲記唔記得上一集松屋嘅故事啊？吉野家咧就係開2號店時咧睇中松屋創辦人雅輯利夫嘅能力，想邀請佢加入做管理層。不過雅輯利夫咧就禮貌地拒絕咗，繼續將佢嘅松屋發揚光大。1972年，吉野家推出快速、好味、平嘅標語。呢句標語後來變成咗日本速食業嘅金句。之後吉野家就開始高速增長。1973年開始加盟店制度，小田原店係第1號加盟店。1975年進軍美國，喺丹佛市開設海外第一間店。佢哋將牛肉飯英文化為 Beef Bowl。1977年提出美國200店計劃，雄心勃勃。1978年日本國內已經有200間分店，成長速度係指數級嘅增長，但係好景不常，一個致命嘅問題出現咗，就係牛肉供應問題。喺1970年代日本政府對外國牛肉進口仲未完全自由化。吉野家主要係用美國入口嘅牛肉，當時美國牛肉供應量只夠200間分店嘅份量，即係話想再擴張分店都唔夠牛肉供應。咁樣點做呢？1978年啦，管理層做咗個決定，會成為吉野家嘅黑歷史。佢哋決定開發冷凍乾燥牛肉同粉末醬。冷凍乾燥係一種將食材急速冷凍後喺真空環境下讓水分直接升華嘅技術。呢種技術能讓牛肉喺室溫下長期保存，而且重量極輕，只需要加水即可還原變成牛肉片。因為冷凍乾燥牛肉唔受進口配額限制，想進口幾多都得，咁就解決咗牛肉供應嘅難題。但係另一個問題又嚟。冷凍乾燥牛肉嘅口感又乾又粗糙，吉野家竟然將祖傳醬汁嘅配方改變，加入咗廉價嘅化學粉末調味劑，亦即係粉末醬，想平衡翻粗糙牛肉嘅口感。結果吉野家牛肉飯嘅風味完全改變咗，唔再係鮮嫩多汁嘅牛肉，而係變成咗口感奇怪、味道又唔同咗嘅牛肉飯。客人好快就察覺到唔對路，一直食開嘅吉野家牛肉飯唔同咗，最慘係變差咗，而唔係好咗。銷售額馬上斷崖式下跌，顧客嘅批評聲此起彼落。去到1980年7月15號，吉野家負債高達120億日元啦。你到正式向東京地方法院申請會社更新法，亦即係相當於美國嘅破產保護令。咁代表咗乜嘢？即係吉野家進入破產程序，一代牛肉飯連鎖店霸主就此落幕。吉野家經歷咗一個慘痛嘅教訓，盲目追求規模擴張而犧牲品質，最終會導致品牌毀滅。呢個教訓最終導致吉野家破產收場。各位，吉野家嘅故事上集就講到呢度為止。吉野家係咪就因為申請咗破產保護令咁就結業呢？咁當然唔係啦，話明有保護2個字，呢條法例正正就係俾企業一次重生嘅機會，避免結業。下一集我阿貓就會同大家講吉野家點樣由破產邊緣重新再振作，企返起身，再成為日本第一牛肉飯霸主。當中有一個傳奇人物成功救返成間公司，令到我哋今日仲可以食到吉野家嘅牛肉飯。不過吉野家硬係好景不常，去到2000年代又遇上個重大危機，今次仲大鑊過上次。你可唔可以想象到吉野家竟然冇牛肉飯賣啊？各位，多謝大家收睇貓貓研究所，未訂閱嘅記得訂閱返啦。鍾意呢條片就俾個 like 支持下我。無論鍾唔鍾意吉野家嘅牛肉飯，都歡迎喺下邊留言，大家傾下。我哋下集再講吉野家嘅故事，唔好錯過。拜拜。